歡迎大家翻到嚟 AMWG。今日我哋會喺 Fratello 嘅網站度咧睇一睇佢哋介紹勞力士 18K 金 Tiffany Blue 面嘅地通拿。呢一隻手錶嘅型號咧係126518，而呢一個 Tiffany Blue 面嘅顏色咧，正式嚟講係勞力士咧係叫做綠松石嘅錶面顏色。自從機芯升級咗之後咧，呢一個型號咧已經生產咗2年㗎啦。一般嚟講，勞力士 18K 金嘅地通拿嘅錶面顏色咧都離不開白色、金色或者黑色嘅。而喺今年2025年發布嘅勞力士 18K 地通拿款式入邊咧，最矚目一定係呢一隻 18K 金嘅綠松石漆面啦。一般嚟講，喺市場上面勞力士最熱炒嘅3個顏色錶面咧係 Tiffany Blue、柏金型號嘅冰藍錶面，以及代表勞力士自己嘅手錶顏色嘅綠色錶面啦。咁我哋簡單睇一睇呢隻手錶嘅 spec 先啦。手錶嘅直徑咧係40mm，而厚度咧係11.9mm 嘅，長度咧即係 lug to lug 咧係46mm，而錶耳咧係20mm。而錶面嘅顏色咧就相當之矚目啦，用咗呢個綠松石漆嘅錶面啦，配上3隻嘅黑色眼睛，同時亦都保持到地通拿嘅傳統啊，就喺6點位上面咧有地通拿嘅紅色字樣。而大家最關心嘅嘢咧，一定係佢嘅價錢啦。咁佢推出嘅時候咧係港幣302300嘅。而推出過咗幾個星期之後呢，咁喺出面嘅市場價呢已經係超過100萬㗎啦。而我見過最高嘅價錢呢係150萬港幣嘅，而且係有成交過嘅。而機芯方面呢，目前最新款嘅地通拿呢都係用咗呢個4131嘅機芯嘅，勞力士嘅自家機芯啦，而且係有天文台認證。呢一個 upgrade 版嘅機芯呢係2023年度首次亮相，精準到每日嘅日差呢係加減2秒嘅啫。動力儲存咧去到72小時嘅，而呢一個機芯咧係有擒縱裝置同埋 Paraflex 嘅減震器嘅。同時今年嘅地通拿貴金屬版入邊咧，亦都推出咗6個唔同款式嘅錶面嘅，包括一隻綠色錶面金色眼睛嘅綠金的啦。計埋今年新加入嘅顏色錶盤咧，咁勞力士地通拿呢個系列入邊咧嘅顏色錶面已經超過10個款式噶啦。由於呢一隻手錶喺市場嘅價格咧相當之浮動啊，所以如果我自己話要入手嘅話咧，我嘅目標價格應該大約可能係80萬左右啦。當然，如果可以自己喺專門店度排到就更加開心啦。最後大家都留意翻呢一個手錶型號咧，出咗一個隕石面嘅，而且有3個唔同嘅材質，分別係玫瑰金、白金同埋黃金。咁我哋預計應該好快可以有實物拎到上手同大家分享嘅。咁記得大家留意翻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Group， 到時有啲咩新嘅手錶資訊或者活動呢，我哋都會公佈嘅。咁今日咧就講住咁多先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